为了将台南的特色美食加文化创意等产品推荐给马来西亚槟城，市府观光旅局精选10间业者的产品，先透过视讯连线方式进行2次交流的开幕式。会中副市长赵清惠以小介有台南味的产品，希望加深马来西亚游客印象。等待疫情控制过后，买当来台南观光选美。虽然我们现在防疫期间没有办法到槟城去，他们也比较没有机会到台湾的台南来，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所谓100年以上的城市槟城跟台南的包括老房子，我们也曾经这个老屋新力的这个协会也曾经到槟城去帮他们做一些老屋新建上面的一些交流活动。那这一次特别在美食的部分做了很多互相的这个交流往来。据了解，槟城跟咱台南主要竞争力之一，拢是美食加文化。来当看出咱台南超前部署，抢占疫情过后国际旅游市场的用心。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